因為唔記得撳錄音個掣啊，所以再嚟一次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2019年8月21號，星期三，我出席咗我喺沐恩中學退休前嘅最後一次教師退休會。等咗4年，今日終於能夠再參與退休會，我感到非常幸福，只想讚美上帝。聖經話：凡敬畏耶和華的，無論大小，主必賜福給他。聖經又話：凡敬畏他的，無論大小，都要讚美我們的上帝。讓我哋心存敬畏，讚美上帝，感謝佢賜下時雨，就係秋雨、春雨，又為我哋定收割嘅節令，永存不廢。我哋同唱主賜福如春雨。让我们张开赞美的
2002年教師退休日，我負責帶領第2日早上嘅詩歌敬拜。我帶嘅第一首歌就係頭先我哋唱嘅《主賜福如春雨》。我仲記得當日敬拜嘅主題係蓄勢待發20年的讚。當日沐恩中學剛踏進第20個年頭，歲月如飛，一眨眼21年過去。當日美少女們載歌載舞嘅畫面，仿如昨日。同一位司琴，今日仍然為我伴奏，但係沐恩中學已經度過咗40個春夏秋冬。40呢個數字對好多人嚟講，會令佢諗起一啲唔好嘅嘢。主耶穌喺曠野40日受魔鬼嘅試探，以色列人喺曠野漂流40年，對背逆不信嘅人，40代表審判、咒詛同滅亡；但係對敬畏上帝嘅人，40卻係代表陪伴、供應同安慰，代表信心嘅建立。40不惑，風風雨雨的時候，才知道你的溫柔。多年前，幾年後，仍然相信你恩手，一年年的長大，一次次的節目，你都陪我安慰我，勉勵我。你說會陪我走過春夏秋冬，看我引導我，保護我，依靠耶和華的人什麼也不怕，依靠耶和華，一個不撇下。多年前，幾年後，仍然相信你恩手，好似玲姐，可惜你今日嚟唔到。好似玲姐咁老資歷嘅同事，歌詞會勾起好多回憶。如果你係初嚟報道，我請你回想上帝嘅恩手係點樣帶你嚟到呢一度。40年前嘅夏天，我都係初嚟報道。我太太陪我入大埔揾屋，結果揾到一間喺棺材鋪樓上嘅光猛大房。我哋再唱，係風風雨雨的時候，才知道你的溫柔。多年前，幾年後，仍然相信你恩手，一年年的長大，一次次的節目，你都陪我安慰我，憐憫我。你說會陪我走過春夏秋冬，看我引導我，保護我，依靠耶和華的人什麼也不怕，依靠耶和華，一個不撇下。你說會陪我走過春夏秋冬。
靠你胜过，你终不撇下我，永远不离开我，晨昏夜晚陪我度过。我的日子如花，你的恩典等我，在这一切事上靠你胜过。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，疼我引导我保护我，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，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。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，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。但願今日參加退休會嘅你，40年後仍然記得今日所唱嘅詩歌，上帝俾你嘅感動，依然相信天父恩手嘅帶領。所謂10年樹木，100年樹人。100年以後，我哋所有人都要過去，但願我哋嘅生命都留下恩典嘅記號，俾學生，俾世人，俾天使閱讀。我哋同唱恩典的記號，一首從前黃校長好鍾意嘅詩歌。大年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人生最大想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，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轻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，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，他竟关心我的需要，走过的路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有留下主恩典的记号。在风雨中，耶稣将我紧紧拥抱，我深知道，他是我永远的依靠。走过的路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将成为
是多渺小。登上最高山，才發現天有多高，見自己，見世界。與上主同行嘅人係唔會冇見識嘅，絕對唔會好似黃俊文阿媽咁講，都未見過大蛇屙尿。近幾年香港同世界都變咗好多，而且變得越嚟越快。前人嘅經驗仲有冇用嘅呢？聖經話：日光之下無新事。聖經又話要訪問古道，行在其間。聖經仲要求我哋注目那雲彩般嘅見證人，定睛仰望我哋信心嘅創始成終者耶穌。我好喜歡詩篇121篇，詩人話：我要向山舉目，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？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。喺呢度，詩人向我哋展示咗乜嘢叫做信心嘅跳躍。我哋嘅幫助非從大山小山而來，而係從造天地嘅耶和華而來。讓我哋嘅信心超越眼前嘅大山小山。今日我哋要面對陌生嘅處境，要解決鑊鑊新鮮、鑊鑊甘嘅難題，但係我哋嘅教師，我哋嘅主卻不再陌生，卻不再隱藏，而且佢永不改變。在風雨中，耶穌將我緊緊擁抱，我深知道他是我永遠的依靠。走過的路有歡笑，有淚水，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。我哋再唱。最高山，才發現天有多高，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塵，像誓言沒人知道。離空的星星，仿佛在對着我微微笑。
傳道書7章10節咁樣講：你不要說為什麼從前的日子勝過現今的呢？你這樣問，不是出於智慧。智慧在乎珍惜現在擁有嘅一切，成日緬懷過去係衰老嘅記號。數算恩典，珍惜現在，定睛永恆，先至係成熟嘅標誌。我媽媽今年93歲，佢仍然想活得長久，每日提名為子孫祈禱，希望見到佢哋嘅下一代。衷心祝願大家能夠收割前人所種落嘅，亦讓自己成為撒喺學生心田嘅種子，投身化劍，肉身成道，流淚撒種，歡呼收割，見自己，見世界，見眾生。一粒麥子，它若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不論過了多少時候，它仍就是它自己。它又願意讓自己被掩埋，被擁擠，就必結出許多奇麗，經歷生命的奇蹟。一粒麥子，它若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不論過了多少時候，它仍就是它自己。它若願意讓自己被掩埋，被擁擠，就必結出許多奇麗，經歷生命的奇蹟。主，我願意。
種子何等渺小，定睛標杆翅膀，比天神的榮耀。主，我願意，主，我願意，讓自己將種子落在地裏，世上生命一番的生命。主，我願意，主，我願意，放下自以為應得的權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放下自以為應得的權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以利來時，他若不落在地裡死了，無論我人多的時候，他仍就是他自己。他仍願意讓自己被淹沒被用盡，受一切許許多經歷生命的奇蹟。一粒麥子嘅前奏，同埋頭先大家聽到嘅尾聲，讓我諗起一首40年前嘅老歌，由潘源良先生填詞，林子祥先生作曲嘅《邁步向前》。呢首歌嘅第二段係咁講，佢話孤單的路，風霜滿途，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趕路。你有拼勁繼續跑，我有意志繼續追，追上前，與你邁步。布恩中學有好多值得我哋效法嘅老師，我哋要珍惜眼前人，亦要努力使自己成為別人效法嘅榜樣。正如使徒保羅所講，你們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。主啊，我願意，願你吸引我，我哋就快跑跟隨你。阿們。聽成我長文講嘅，因為咧實在一定要講。咁首先好多謝小 Sir 啦，因為佢真係好用心預備啊，所以我哋邀請佢咧係一個榜樣，點樣將人同神連結。頭先你就將同事同神連結，我希望咧你個榜樣都俾你啲睇法，互信嘅角度，點樣將學生同神嘅連結。咁我呢間主關於要介紹咧，因為咧我覺得好難得同場係咩咧？其實頭先介紹漏咗咧，阿 Pam 咧，佢除咗係校友，佢都係個校牧嚟嘅。咁所以咧，用校牧嘅身份又好，校友嘅身份又好，我相信咧，由佢去頒獎咧，或者唔係佢頒獎頒禮物咧，紀念物咧，俾趙常同趙太係非常特別嘅。因為我諗都提嗰個態度，單止好心預備，其實琴晚趙常咧係要俾到7點鐘夜晚呢度呢個場地，所以咧佢啲認真態度，希望都成為我哋嘅榜樣，好嘛？咁樣有請咧聽目啦，因為佢都係個學生嚟嘅。咁我覺得由學生親手頒個代表木恩中學，佢係我哋校牧啦、校董啦，好多身份佢多到不得了㗎。咁由佢最隆重嘅身份拎翻俾趙常同趙太，多謝你哋兩位，我多謝你哋。
拜。